Selamat malam ya, aku beli yaokai. Ini pakcoy, ini tempe, ini apa ini? Ini coba lihat. Belut Hongkong. Belut Hongkong gede-gede banget tuh. Masak pakai lengkuas. Tuh. Wow. Makan semua. Ada kerupuk. Hongbi.聽唔到你哋嘈啊！攞個kerupuk嚟。呢個kerupuk。攞過嚟啊？係啊。個kerupuk嚟。又買煎炸嘢。買煎炸嘢。Nih ada kerupuk. Wah, ikan. Makan semua. Males masak tapi dipaksa. 我呢度隻腳咧，媽咪可能咧，我隻腳咁樣鬥唔起咧，係因為咧我最近懶得喐隻腳啊，你明白？瞓喺張床度，可能冇喐，我差唔多有2-3日冇喐過隻腳啦，可能我唔習慣啦。你梗係偷懶咯。而家習慣咗之後，開始舉咗少少，但係都係痛。Makan. 食嘢先嘅好。哎呀，哇，好塞啊！我係咩？我幫你開。我係咩？冇喐。我幫你開啊！阿咪，我幫你開。食嘢。kerupuk。餐艇仔。Amin. Makan. Nih. Aku hari ini baru bisa makan nasi. Alhamdulillah. Nih. Ya. Lengkuasnya banyak. Mantap. 爸爸，爸爸，唔好嘈住聲啦！我聽緊受審啊，新聞啊。我食嘅。係啊，tempe。Mantap nih lengkuasnya. Yum, alhamdulillah. Bên度啊？你知唔知啊？尋日啊，有3單起火，咁犀利。4單，因為冇辦法要乾燥嘛。4單起火案。Katanya tadi, kemarin ada 3 kebakaran di 3 tempat kebakaran ya. 阿表冇人要菜。I beg you， 可唔可以唔要菜啊？我要嘔啊！即係見到呢啲。媽咪又要皮，多謝晒。我係一個自私嘅人。對手面唔好。Dagingnya banyak nih, tulangnya gede. 海洋公園上年度業績淨虧損擴大至到2.74億，單係水上樂園佔54%，達1.48億。舊年10月中起進行季節性優劣保養。
海洋公園回覆依家架老爺車係持續檢視營運人手同埋市場需求，整體全職員工一直維持喺大約1700人水平，係吧？亦都冇所謂大呢個老爺車值唔值主錢席唐建如接受報章專訪話，市民同埋旅客消費模式改變。 ？NG 嚟喎呢個，係啊，一般不如以往一樣捨唔係好值得消費。錢。水上樂園嘅即係 OK 啊可能亦都唔係當初想像咁樂觀。佢早前亦都曾經向本台透露，正係同內地嘅樂園同埋酒店財團商討合作，希望夏季來臨之前有新發展。試下啲油雞好唔好食？公園近年積極改革開園，但係政府由睇個樣應該好食嘅。每年提供嘅我唔要買後邊資助，今個年度將會屆滿。喺邊度買有學者認為，個油雞喺邊度買啊？喺邊間？合益對面啊， OK 啊，我個人應。點係啫？喺啲街市裏面，嗯，麵包鋪嗰度，麵包鋪嗰度。唔係街市隔離啊，街市邊啊，我街市邊，街市啊街市啊，我知街市邊嗰間好大間買牛嘅喎，肉隔離啊，嗰間好大間喎，嗰間嘢。或者啲即係外籍嘅遊客，佢哋嘅消費咧，無疑係一向都係比較高，比較唔使錢嘅。我之前喺但係就可以咁講啦，好嘅，其實佢係咪係啊大部分咧，都未必係即係過往嚟講，哦佔一個好大部分。咩㗎？線啊黃線啊，咁嘅樣嘅，誒黃鼠你做咩整到咁窿先食啊？咁啊係咁啊！啲咁皮嚟樣都好食啊㗎，嘛，知唔知啊？咁但係咧，佢未必太過着力啊。對於有建議分拆水上樂園由其他機構承辦，例如康文署，黃家榮話：改變營運者等於改變咗吸引力。實際上樂園嘅設施、安全都喺亞洲區明顯前茅，應該思考更加用好水上樂園吸引入場。有線新聞徐冠希報導。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擔任立法會內會主席，而財會主席就由經民聯吳永嘉擔任。陳振英同選委界嘅何君堯喺冇競爭下當選內會正副主席，財會正副主席由經民聯吳永嘉同民建聯陳克勤自動當選。媽咪，呢啲人嚟嘅。立法會主席李慧瓊亦都舉行第一次本來單車議員內部工作交流會，宣布成立有12個成員嘅旁邊你咁中意係因你喺呢度讀書叻啲啊，做律師喺嗰邊啊，印有都可以玩啊嘛。有效統籌並且處理立法會事務。等咗要轉頭嗰邊買層樓。成員名單。新聞報道完啦，再會。爸爸，有乜嘢電單車兩條先有？原廠你都有。買笪地，轉緊去呢度，車房仔俾你住起，咁樣先係啊嘛。爸爸呢一個係等一陣 PESI 一啲 PESI 一啲 PESI 一啲。理解成分水油平衡，3周擊退頭油頭屑頭癢。Head and Shoulders。黃龜嚟㗎，我知啊。爸爸，爸爸呢一架車係點解前面同埋尾轆都係？呢架車呢個彈設計係佢發明出嚟㗎，佢發明出嚟㗎。淨係呢一間廠發明。係啊，發明出嚟㗎。哇！真係犀利。人哋攞咗專利啊，你第二個人唔可以你睇下做啊幾犀利！全世界就係佢可以做嘅啫。係啊，你睇下係啊，呢個，我真係好犀利喎！其實佢嗰個人啫，係咁嘅，冇計㗎。係咪好貴啊？呢架嘢一開始。係，好貴嘅。快唔快啊？快唔快唔知啊，總之好貴啊。 900 cc 應該 OK 啊。輸啦嘛，全世界就係得一個款係咁嘅喎。嗯。喂，食嘢點解唔好睇啊，大佬？
講到揾食，點少得佢？我整個芝士變成咁樣，就係拍片，穿梭寶島，因為最快啦。嗰度去。呢碗就係老菜焗雞湯，中午濃嘅古早味，時令食材，特色。 900cc 可以扭到260，係咪真？ Nambah lagi. 600都有個啊！充滿美味同樂趣。 Ah, ini buntutnya. 最高有人扭到200個， Lempeng. 真人扭啊！真人扭，真人扭到70之內。都 OK 啊，睇落個樣都唔錯。 Maaf. 民生，各界人士一齊正經唱。 Mantap nih buntut. 78開資訊台。推動香港經濟更蓬勃發展。我睇下個車叫咩名 Kecapnya ngeresep banget. Mantap lah.？ESI 日凝聚力量，攜手共建更 Hmm. 活力嘅香港。 Maunya nambah terus. 財政預算案公眾好似係8個車嚟，好似係。哎，係8個車，你講啱。 HK 發表意見。股市、樓市能夠財金焦點。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就係，高位跟進，中國呢架係一架法國車，但係點解佢引擎上 Wah, 面 steady lah, 老佢會 闆。寫德吉嘅？點解？雖然佢係一架法國車，但係點解佢引擎上面有一個字係佢可以寫德吉？用法國個用德吉利意大利嘅引擎啊嘛，得噶嘛。佢間呢間公司係標本就係我整咗呢個車架出嚟，冇人同我一樣嘅，我專利。國科技。佢話好靚㗎，隻架。你有冇玩過？ Tambah kerupuk. 咁你有見過，但係有冇坐過上？冇，有坐過上去，有冇啊？冇揸過，你有冇見過啊？有見過。喺邊度啊？香港香港有呢車咁值錢，展覽啊！展覽我唔怪知啦。但係佢俾喺下面嚟喎，會唔會揩到地下㗎？我揩到地下就唔係做電單車啦。咁又係，我真係有道理。嗰個車仲賣到咁貴，揩地下，咁咪即係行唔到。食咗啲肉啊，佢嗬。哇！佢個油缸係而家佢個油缸嘅直頭，我黐住喺個豬頭喎，咁樣2026喎。年圍繞大家嘅睇法咧，都係屋苑維修同埋發犀利啊展嘅問題。而元朗錦繡花園咧都做緊一個涉及5億元嘅更換水管工程。1號起火，朗屏起火，爭拗嘅天水圍山火，旺角起火。執一次。用晒嘅。嗯，你今日係學校睇新聞啊？問題令到有失水嘅情況，水務署早喺多年前已經係咩原因啊？直到舊年，乾燥元代管理公司仲有啲咩原因啊？除咗乾燥之外，夾錢去做維修。錦繡花園嘅小業主冇咁簡單話。香港有可能呢個失水嗰個問題，只不過係有啲問題唔清晰。咁如果管理處係覺得有咩回應，有需要再補充嘅，好期待。 Enak banget. 其實都好多小業主都好期待管理處會再開大會出嚟交代一下嘅。舊年7月，錦繡花園管理諮詢委員會舉辦業主大會，解釋今次嘅維修工程。當時元朗民政處都有代表出席，但係負責維修項目嘅管理處就冇派出代表。我哋幫小業主舉辦，係咪好腍啊？我又唔知有咩係好腍。點解咁腍啊？整到咁腍都喎？冇出現。打個腍冇啊！其實管理處啱聽嘅嘢。我冇牙嚼啊嘛。佢哋我冇話想慢慢嚼一啲嚼到嘅。聽個小業主嘅聲音咧，佢哋好似都借咗聾耳仔唔聽。記唔記得啊？喺會上，唔少業主都表達咗擔憂。台燈又話硬得滯。冇錯。我記得我找你呀，我唔中意。就話要收錢㗎。咁我哋可唔可以分階段啊？哇！呢個人真係聰明。 3個階段要做，唔好做。哇！我買餸啊，幾平啊？工程一旦展開，會造成軟10蚊3張台啊！人哋收工賣乜嘢都平啦，趕住收工。嘥我哋嘅錢，搞到我哋生活搞好平啊個樣，咁其實20蚊。佢重視我哋嘅工人嘅意見咧，即係意估係。咁但係跟住話直到收到個3蚊3個啦，3蚊3個呢個咁樣。人真係嗰個通係點啊？即
即係好似收數佬聰明半頭，嗯，等你收息啦。即係冷氣機綁喺個書包度個。態度已經好唔舒服啦，作為居民。其實近呢幾個月，我哋都收到好幾位業主嘅報料，希望我哋可以跟進事件。我哋承諾到業主有辦法。 Tapi lengkuasnya agak tua. 個管理處咧就去做管理啦，去維修啦，去收錢啦，就派手，甚至今次要換咁大型嘅全村換水管咧，都係由管理處拍板去做。咁而我哋係 Jadi agak sengar, 點解要 tapi 俾 enak. 啲咁多組？ Habis. 嘅情況之下咧，焗住要俾錢。錦繡花園早喺30幾年前已經入伙，全個屋苑佔地1250萬平方尺，人哋可以踩單車啊！有超過5000間獨立屋，你講都冇所謂啊，媽咪。商場、學校、教堂等嘅配套。據了解，呢個屋苑入伙冇幾耐，人哋用單車改嘅就收到通知話屋苑有失水情況，而屋苑喺2001至到2004即係人哋啊亦都更換咗部分樓管。不過失水情況，如果中意電單車但係買唔起嘅人冇到咁玩。底咩係失水呢？ Anakku suka lihat 就話係代表風 di 水 Indonesia 因為水 motor-motor. 爆裂等嘅原因，令到嗰啲水 Katanya orangnya kreatif. 冇水標記錄，亦即係話啲水唔知流咗去邊度。係呢個真係聰明嚟，多方面探討。呢個真係好聰明。估計錦繡花園每日失水量有2000至4000立方米。過去10年失水量就大約係 Katanya pintar-pintar 相 orangnya. 當於4000 Kreatif 嘅 katanya. 水量，而政府亦都承擔咗呢個失水。你覺得呢個係真啦定係假㗎？定係佢哋人哋自己整啊？不過有業主就質呢個係單車，Alhamdulillah, bawangnya banyak 一 banget. 定係印尼，一定係印尼。我同你講100%印尼。 Jadinya 單車 manis. 有2個避震機，前面仲要係倒科， Alhamdulillah, makasih Onda 真係 Lian. 犀利。倒科嘅單車， Mantap makanan sendiri, masakan sendiri ya. 點解啊？人哋用電㗎，唔使踩㗎，你唔諗過？我用電就得。 Hai, 而 makasih. 家咩年紀啊？單車仲要用